國民黨立委陳雪生即馬指控懷疑冒領助理費的專案，即馬檢調在昨兵分35路，唔領佇陳雪生的國會辦公室去搜索6點鐘，另外叫去離島的專運公司搜索，並且約談陳雪生等27人，今仔早起按照貪污的罪嫌，要求陳雪生200萬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。委員要不要澄清一下？國民黨立委陳雪生行出地檢署，因為涉嫌詐領助理費等案，獲檢調搜索約談，問話了後200萬交保，限制出境甲出海。委員，你要不要解釋一下？公款被帶去地檢署的，也有陳雪生的小弟陳雪懷，也有真濟親友、辦公室的秘書、助理甲涉案的廠商。昨早起檢調兵分35路，由檢察官親身帶隊來到陳雪生立法院的辦公室，搜索將近6點鐘。佮跨海行動去離島的專運公司搜索，包括陳雪生在內，攏總掠27個人。陳雪生會被搜索，疑似甲這件案件有關係。我想待會就會曉得。去年接觸幫農做當署長的游定湖，也是金門縣上少年的館長，家族所屬的金興海運公司爆發運油的弊案。2003年，金興海運公司包攬中油高雄到金門的油料運輸包16噸，被約7000萬的標案總報。2019年，卻因為油輪故障，引發斷油的危機。被媒體壓了，游定湖的老爸楊錫元催國民黨立委陳雪生向中油施壓，提早解約。擔任公職以來就沒有再參與過任何，不管是家人、親戚或者是朋友之間任何的商業行為，我不止沒有去涉入，同時也完全都不了解。陳雪生講無收錢，敢若轉交電情書，嚴格檢調個查出，陳雪生疑似用親友掛名詐領助理費，小弟甲親友攏被約談，問話了後交保。檢方更加查出，疑似有一個助理方安插佇廠商遐，薪水嘛是對方咧出。涉案的2個業者分別是100萬加50萬交保，啊那陳雪生敢有牽涉不法，愛閣追查。